载在旧约圣经申命记26章1到11节，和本圣经在248页。记载在旧约圣经申命记26章1到11节，和本圣经在248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手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民的居所去。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允许赐给我们的地。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主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以神机骑士领我们出了埃及。第9节，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我现在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手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聚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一切的福分欢乐。以上，请本堂徐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就是这地，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在过去这段日子里面，不断的带领着我们，不论我们的生活中面临困境顺境，你都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陷入困境的时候，你依然扶持着我们。此时求你的圣灵继续带领着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个礼拜去参加几个会议，参加几个讲座，看到一些之前的在神学院的学长，其他教会的一些牧师，其中一个学长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盛凯，你在江南教会里面你是社区牧师，那你都在做些什么？他问了我这个问题，我就很自然的、很直接的就反应，就把我们社区事工介绍了一遍。可当我介绍完之后，我突然跟他的这个对话里面，我讲完之后，突然觉得好像缺了那么一点点的东西，好像跟他谈的这些东西都是表面上的东西。所以我不仅再一次思考，到底我们在教会在做的社区的工作当中，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在最近的一些新闻当中，尤其我们一直看到很多的事件不断的一直呈现出来，也比如说有关于我们的食品的安全，这些生产石油的都是知名的大公司，却在里面添加了一些会危害健康的东西。让我们觉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什么才是安全？甚至一些报道里面，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能吃什么，能用什么了。最近比较长的议题是多元成家的一个法案，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不论它开始的是怎么样，其实它里面包括了好几个法案，它把它结合在一起。可是
在报道的时候，我们却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或是不完整的资讯所误导，所以我们会常常陷入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争执里面。但是，我们应该是坚持着对于真理，尤其是上帝对于家庭的一个完整性，我们应该去看见的是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往往失焦了，因为有的人用所谓的人权、自身利益，去做这样的一个包装包裹，让我们反而看不清真相。再说前些日子，台湾政府官员的政治上的纷争，这些主政者没有看见台湾这块土地百姓的需要，政府反而成了压迫人民的施暴者，人民就成了受压迫者。这些议题好像跟我们都没有关系，事实上是密切相关的。我不知道多少人知道，在日月潭那边，政府跟财团打算用 BOT 的方式去把他们少族的土地，尤其是传统的领域，给征收了，成为一个观光的饭店景点。还有就是所谓的服务贸易协定，它里面到底有多少的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还有的是地方政府强制征收人民的土地、人民的房子，导致这个家庭破碎，无法团聚。还有历年来一直在讲的核能的安全，也影响着我们。这些议题跟我们有关，但是却好像离我们很远。11月1号的国家早餐祈祷会里面，很多教派的牧者聚集，要为了国家来祷告，可是在这当中却忽略了这些跟人民息息相关的问题，反而是好像在谄媚着、奉承着政府的这些官员。不过还好，我们总会有4位牧者同工，他们用大字报的方式，将刚刚我所讲的停止不当 BOT 要拯救少族的家庭，黑箱服贸打击家庭经济，强夺土地拆散家庭团圆，停建核四维护家庭安全，用个大字报把它拿出来，可是却不幸的被当场的国安人员拖出去会场外，以至于这些声音没有办法在那个祷告会当中被看见。这些是影响我们生活的事件，我们又应该如何来面对呢？站在信仰的角度，上帝的眼光，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回应呢？讲起来好像很沉重，但是不用担心，因为在过去的这段日子里面，我们都蒙受上帝的恩典、保守与应许。在代降节期即将来临，下个主日就是代降节的第一主日。当我们在第一周要点亮那根蜡烛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在这之前要想想看，我们过去所领受的这些恩典，我们与台湾这块土地上这些事物，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生活了40年，也历经了一个世代的交替。许多的下一代，他们已经不清楚过去上帝所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个恩典和应许。所以在这个漫长的旅程即将结束，要进入迦南地之前，生命记所记载的是摩西再一次将上帝的律法重新说明解释。它的重点是上帝的拯救与赐福要给他所爱的选民，所以上帝的子民必须要牢牢地记住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并且要顺服上帝，他们的生命才得以保全，才可以不断地蒙受恩典的祝福。在今天经文之中，献给上帝出熟的土产，好像跟我们所了解的11奉献类似，但是它有可能是一项额外的要求。今天是感恩节，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讲台上布置的
线上出熟的。我们来看看这些摆设，他的心，他所要我们所了解的是，我们是否有将自己献在主面前，为主所使用。无论这个线上出熟的土产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都是应该我们要有一个园丁，对于我们所收成的这些东西，我们应该感到非常的高兴，然后把它献给上帝。当然，在生命记里面，其实要做我们注意的，在这段经文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个崇拜、这个敬拜，必须是直接面对上帝，而且呢，应该心存感激，而且要在圣殿里面来敬拜他。所以，因此，在这段经文当中，摩西再一次要以色列人民去想的是感恩以及奉献。从出埃及一直到新约时代，上帝的应许一直没有改变。耶稣就在我们中间，他让我们看见并经验到上帝那无比的救恩。耶稣所赋予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将福音传到地极，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到，并且他们可以相信，成为上帝的子民。那么教会与世界就因此有了关系。12使徒，他们遵照着耶稣的命令，将福音传向世界。当时的世界的环境、政治的氛围，也让福音的传递增加了许多的困难。不过，因着信的人逐渐的增加，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并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一起用餐。一个信仰的团体逐渐的形成，这就是我们所称之的教会。教会因着信而开始运作，开始建立。上帝创造世间万物，借着主耶稣基督设立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为了真理和生命来做见证。所以教会是被设立存在于这个真实的世界当中。可是教会好像跟这个世界又有些距离，好像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回顾教会历史里面，早期的教会的确在于奴隶、贫穷的人及无产阶级当中发展的特别的快。在这个过程里面，显示出教会发展的那个力量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它改善了人的生活，使失望的人有了盼望，让自己觉得没有用的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生命提升了层次。一直到第3世纪，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渐渐的去看到，地中海遍布了许多教会，这些教会也设立了学校，培育了许多的学者，而且产生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文学，以及有系统的基督教教义。这些教义就渐渐形成了稳固的、坚固的生活的一个准则，让信徒们在那个不安定及腐败的世界里面，有了目标，有了盼望，而且可以站立在世界之中。所以，坚持信仰真义的基督徒，他们是不断的以信仰的生命和力量来向世界传扬福音，从事教育，接力的保持公正以及文明的生命品德。所以教会跟世界其实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我们这样子来讲，教会影响着社会。所以有人说，教会存在于世界，却不属于世界。其实他所要表达的是，那个分别为圣、圣洁的圣。教会是在通过上帝的拣选的一群人，他们得以享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圣洁的，也是一群渴慕上帝生命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好像圣洁，我们就会与人分别出来，我们会与人好像不一样，会孤立了。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不要说自己是圣洁的，我们要看的是上帝的恩典。太过强调于自己的圣洁，反而会使我们去看清教会以外的人，好像他们是低俗的。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在宣告上帝是圣洁的神与世人之间的一个差异。其实要警醒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尽的这个义务，是要成为世上的光和地上的盐。所以我们应该邀请人来一起享受上帝所给予的这个超越人性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样子看来，我们又应该以教会是为世界而存在，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存在着教会，这样子来思考。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里面有这么一条说：我们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定根在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来成为盼望的记号。这个告白是在宣告教会本身是为世界而存在的，所以教会要与在地的住民他们的命运要相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情况下，无论是金融风暴，无论是经济衰退，无论是过去的经济起飞，台湾的亚洲的四小龙台湾，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都应该要落实并实践教会所宣扬耶稣基督的这个拯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才可以说，教会才是真正上帝的教会。教会也要认同所有的住民。然而，这个认同却是台湾目前最严重的，也是最失落的一个意识的问题。长久以来，因为政治、因为历史的因素，很多台湾的人民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混淆。所以我们更要重视的，并建立就是这个认同这个功课。然而，教会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透过教会的5项功能：礼拜、团契、教育、传道、服务，让教会通过爱与受苦来成为一个盼望的记号，让人来明白他们是被看重的，他们是与这块土地相连在一起的。教会是设立于世上的这个记号，象征着上帝的爱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救赎。所以它带给我们人的盼望是生命的更新、自由、尊严与力量。如此，我们才能将刚刚所说的教会存在于世界，却不属于世界，但是教会却是为世界而存在，这样的一句话，才能在我们生活中去落实。我们看看台湾教会的历史。当基督教一进入到台湾的时候，宣教士他们所重视的，而且先做的是传福音及拯救灵魂。他们并不是以宣教来建立基督教的文化，或者是说来改变当地的宗教文化。这些宣教士他们都迫切的想要将生命更新的经验介绍给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我们从马街的宣教工作来看，马街建立了教育系统、医疗关怀、社会服务。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关心在地的人民，他看见了在地人民的需要，以及他从事社会的改良。这个改良，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到，常常这个改良会与当地的文化有所抵触。比如说，在那个时代，台湾的妇女还有绑小脚的这个习俗。教会在那个时候，因着信仰，就扮演着改变社会的一股力量。那么，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当我们在诵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去想一想，教会跟社会有什么关系？在教会，或者说我们基督教，
所宣扬的至少有三个原则，也就是3件事。第一个是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宇宙万物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上帝对于所创造的世界，他有绝对的主权。这个权利不单单只是于人，不是于个人，而是主宰着社会与世界。所以在所有的事情当中，我们都应该以上帝为出发点，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拥有绝对的主权。第二个是尊重生命，在基督教的思想里面，不是以人为中心，是以上帝为中心，但是却赋予人遵从生命的一个本质。因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而且我们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尊贵而且是神圣的。所以因此尊重生命也是我们基督教在面对社会的一个原则。第三个是自然律的概念，包括一切的科学、文学等等的，都是我们在面对处理社会议题、社会秩序的一个原则。因为在上帝创造当中，万物都有它的秩序，人与上帝，人与人，人与万物，这当中都有一定的规律在这里面。所以社会世界也应当照着上帝的律例去进行。由此看来，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应该是一方面我们在宣扬基督教的社会原则，上帝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尊重生命，以及我们坚持自然律的秩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更需要指出现今社会当中与基督教原则不符合的这些现象，就是违反真理的议题和行为。我们来处理这些就够了吗？我们关心这些就可以了吗？其实另外我们应该更想一想，教会也应该去看见社会百姓的需要。在圣经中一直在对我们说，要帮助穷人，照顾孤儿寡妇，给予协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成为帮助别人的帮助者，我们都可以看见别人的需要，我们伸出我们的手去协助他们。在今天的周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封面第一条，为了1919食物银行的募款，救助协会在全台，他们帮助了这些需要的家庭，供给他们一餐，供给他们1个月，供给他们1-2个月所需的东西。在他们设立食物银行的初期，他们只设定一个食物包里面有吃的有用的，价值大概是新台币1000块。可是渐渐的，他们发觉不足不够，所以后来就变成2000块。因着他们做了这么多年，有些社会企业看见了，就资助他们。现在一份食物包，大概是价值新台币大概是4000块左右。然而，这是供给一个家庭2个月的紧急需要。我们应该看见这些人的需要，或者是说，我们要为这些急难家庭，他们发生的变故，主要的收入的来源者，他们无法支持家庭的经济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来帮助他。所以，让我们教会在年底有2位长职，他们要为了这些急难家庭募款，他们要去环台。这环台不是单单骑脚踏车而已，而是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去看见这些弱小需要的人。所以当你们看到富春长老或丰盛执事的时候，他们12月底就要出发了，给他们加油鼓励。让他们在这过程里面，能够陪伴着看见那些需要的人。当耶稣告诉彼得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要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上帝透过教会施行的一个救赎，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明白，而且是真真实实的知道上帝的恩典的存在。所以，上帝国跟教会这种关系，我们可能需要再明白一下。教会其实是呈现天国的一个果子，上帝的主权已经借着耶稣传道的事工临到我们中间，他呼唤我们人每一个人都要来回应他，而且要带领人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和环境之中。因此，教会是上帝借着耶稣传道的事工进入世界的一个果实。但是我们要知道，有形的教会，一方面是指着上帝国的子民百姓，另外一方面，教会其实也包括了许多不是理想的人。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加的注意。有人这么说，进入上帝国就是进入了教会，但是进入教会不一定等于进入上帝国。但是一般而言，教会是个信仰团体，它是个神圣的。那教会的工作是为了在建立上帝的国度，因此在圣经当中，管家的使命不单单只是给我们个人，也是给我们教会从古至今而来的这种呼召和使命。自天地被造以来，我们人就被赋予管理的身份与责任。当耶稣道成肉身之后，耶稣赋予门徒和教会也有这样的身份和责任。在此时，耶稣与我们同在，也赋予我们有管理的责任和使命。上帝国度看起来是从上帝的角度里面来看的，而教会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上帝国是上帝主权、上帝的治理，然而教会应该是那些已经经历过上帝恩典而蒙受恩典之人所聚集起来的一个团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来想想看，当教会在迎接上帝国来临的时候，或者是说，当我们在预备迎接圣诞节来临的时候，那么教会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地区所要扮演的角色、功能、使命是什么？我们曾经为了上帝国做过些什么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有公义、仁爱、和平、自由、真理、圣洁的生命。唯有我们每个人能够经历那个信仰的一个深度，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唯有我们每个人要委身在这当中，而且我们生命得到更新这样的经验，我们就应该有为正义而奋斗的这个使命。这个正义指的是上帝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不可改变的。在历史的过程里面，为了这样的上帝国的实践，它有一股力量不断地推动着我们去建立以及去维持一个充满爱与公义的社会。上帝国是基督徒的信念里面与指望当中的一个世界。所以当我们受召来成为上帝百姓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就是与主一起同工，我们就是要一起参与在上帝国度的建构里面。那么教会呢？教会又应该如何来做呢？唯有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一起来看见传福音这样的一个需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热忱，我们这样有这样一个热心的时候，教会就成为这一块土地的祝福。我们都有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可能是我们去寻找一家好吃的餐厅，也有可能是我们出外旅游，去找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我们去休息，也有的人要搬家去找了一个房子。在这一些寻找的过程当中，虽然现在网络很发达，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些图片，
但是当我们寻找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见那地方，我们心里就会说 ：“Yes， 就是这个地方了。”马街来到淡水，他说：“就是这地。”他看见了这个地方的需要，他看见了这个地方的百姓。然而是教会，我们也应该看见这个地方的需要。所以当这个礼拜，我的学长问我说：“社区牧师到底在做些什么？”的时候，其实带给我一个更深刻的反省是：我们应该进入到社会里面，我们应该去关心这些事件。它不是与我们无关，它与我们密切相关。各位弟兄姐妹，在2013年即将结束之前，你还在寻找心灵可以安居的地方吗？还是你已经确信看见上帝所给予的这个应许之地了吗？就是这地了，在教会周遭的社区，在你家住家的附近，在跟你的邻居，在跟你的亲友，再放大到台湾这块土地，我们一起来为上帝的事工建构上帝的国度，看见那些需要的人，我们一起来协助他们，我们一起来参与在上帝恩典的救赎计划当中。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透过彼此之间的分享，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主你的慈爱与救恩，让我们来关心台湾这块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一切的事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更要用主你的教导，上帝的话语，那永恒不变的真理，将主你的话传给台湾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都明白知道。纵使我们会遇见困难，但是我们相信主你有绝对的主权。求主带领，此时我们要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同心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